毗鄰倫敦最貴豪宅區之一嘅 St John's Wood Avenue Road， 坐擁皇家御園 Regent's Park 嘅廣闊綠野，安坐喺 Primrose Hill 遠眺倫敦天際線嘅壯麗美景。呢度除咗有便捷嘅交通網絡，同時蘊含住豐富嘅文化藝術氛圍同埋極為優厚嘅教育資源。今日我將帶你走入 Camden， 去領略由英國高級開發商 Barclay St George 傾力打造嘅呢座四面富貴環繞、內蘊金碧輝煌嘅至尊之船 Camden Goods Yard。由樓盤行路5分鐘就去到 Chalk Farm 地鐵站，9分鐘去到 Camden Town 地鐵站，坐 Northern Line 一個站就可以抵達倫敦重要嘅交通樞紐 Euston 站。呢度俾英國 G5 名校倫敦大學學院 UCL 以及 SOAS 亞非學院等多間著名嘅學府環繞。Camden Town 坐2站地鐵就嚟到倫敦知名嘅科技矽谷 King's Cross 國王十字車站。呢度係微軟、Google、Amazon 等科技巨頭嘅歐洲總部，而坐6個地鐵車站就可以嚟到倫敦嘅舊金融城 Bank 站。作為英國嘅經濟命脈中心，呢度匯聚咗英格蘭銀行、倫敦證券交易所同埋中國銀行等眾多知名企業。而坐7個站就到 London Bridge 站 The Shard 同埋 Big Four 會計師事務所喺晒呢一度。由呢度出發可以去到 Gatwick 同 Luton 機場，想飛就飛，話咁易。由樓盤行 0.4 英里可以到達 Kingston Town West Overground 車站，沿線嘅站站風景都有佢嘅特色魅力。教育方面 ，Camden 行政區33% 嘅小學被英國官方評級機構 Ofsted 評為最高級別 Outstanding， 拋離倫敦嘅平均水平。例如頂級嘅私立預備小學 The Hall School，被評為英國最佳女子中學之一嘅 Southampton High School， 以及學術成績名列前茅嘅 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 都可以喺20分鐘車程內到達。另外值得一提嘅係，步行17分鐘就去到嘅私校 Hampstead Fine Art College， 佢係全倫敦排名第1嘅音樂表演與藝術中學。Camden 以佢獨特嘅文化同埋藝術氛圍而聞名。呢度有41間藝術場所、102間音樂劇院、108間演出場館、387間餐廳同埋酒吧等等嘅。你亦可以漫步於 Camden Market， 選購嚟自世界各地嘅時尚藝術品同埋手工藝品。坐3個站地鐵10分鐘就去到市中心嘅購物天堂 Oxford Street， 或者坐12分鐘地鐵嚟到 Chinatown 飲茶食個點心，揾齊正宗亞洲嘢食。Camden 嘅企業體量穩佔倫敦所有行政區之中嘅第2位。根據 Rightmove 喺2022年底嘅數據統計， Camden 行政區樓價走勢跑贏成個倫敦所有行政區，亦係唯一達到雙位數增長嘅區域，平均樓價高居倫敦第3名。而 Camden Goods Yard 亦對地區嘅商業增長貢獻1分力。Primrose House 係 Camden Goods Yard 嘅第一棟住宅項目，成個樓盤起成之後，將包括644套高檔公寓，並且配有豪華會所、24小時禮賓前台、私人影院、室內恆溫泳池等多樣化嘅業主設施供你享用。英國著名連鎖超市 Morrison 亦都將喺 Camden Goods Yard 打造一個佔地4460平方米嘅優質精選超市。Market House 嘅頂樓將設有高檔原生態餐廳同埋都市農場，體現 Farm to Fork 零距離之美。選擇 Camden Goods Yard，開展一段活力多姿嘅倫敦生活。